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自由黨領導層迎來重大變革，前影子內閣成員 Angus Taylor 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新黨魁，正式開啟自由黨嘅新篇章。前黨魁 Susan Ley 任內兩度同國家黨發生分歧，如今成為歷史上任期第二短、未能帶領黨執政嘅反對黨領袖。投票結束後，佢低調離場，未對媒體發表任何評論。I look forward to stepping away comple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from public life. 若果佢選擇辭去國會議席，可能引發補選，將成為 Taylor 上任後嘅首個考驗。同日，維州參議員 Jane Hume 當選副黨魁，為新領導團隊注入新血。政治觀察人士認為，喺 Taylor 嘅領導之下，自由黨同國家黨嘅合作關係可能更加穩固，特別係同國家黨領袖 David Littleproud 嘅互動，或者將更順暢。但係新黨魁仍面臨挑戰，點樣整合黨內派系、重組影子內閣，以及制定清晰政策路線。自由黨嘅新時代已經開始，未來走向勢必引發外界高度關注。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，我哋下次再見。